咱台海的局势是真紧张哦。即马英国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地区的报告，讲台海未来几冬可能会发生冲突，所以要求英国的政府甲军方爱提出应变的方法。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，这是真合理的判断，会当作参考。也若咱国造唱水南的预算尾啊无互人抬起来，邱国正是表示真感激，讲要踏出这步真无简单。 中共绕台无停，国防部26发布，征晓中共派出导型机、轰落空警500、歼16、运9甲无人机等，其中15架次飞过中线甲延伸线，正伫台湾北部、中部甲西南空袭。国军继续监控应变。那英国国会下议院国防委员会发布印太区域报告，观测台海情势，认为两岸未来恐惊会爆发冲突，无排除成权变作核战。英国军方应该 为台海冲突拟定计划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作为合理的情报判断，我们没有设定这样，那这有多了一个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参考。我想敌情的一个研判都这样一步一步来，会越来越加明朗，但我们都不期望这可能变成一个实际。 针对占咱国造预算，国民党马文君等人公开冻结3亿，最后是一家因龙坡三图，同意用主决议方式了解占咱建筑进度，也让邱国正放心吗？对国军来讲，这一步踏出去真的不容易的，我们要很平稳的一步一步去落实。 另外，因应中共无人机侵扰外离岛，国防部编列4亿9497万元，交予国内厂商研发无人机反制系统。这项重大任务只交予一间厂商独自研发2套系统来做评比。条约立委看不落去，要求国防部负责的交代。你这变成没有竞争关系，又垄断未来的采购。 你们应该做的是，好，我选一家最优秀的，就给他1套的钱，你给我做1套最好的给我看，然后做2套的啦。经济部其实它对于我们在可能在国防上面的使用，它并不清楚，所以他们不要介入太多。我们也希望国防部要有自己能够运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。另外，三军官校招生不好，民进党立委刘世峰建议外聘国外师资来台授课，透过 中英双语教学，提升教育水准，培养优秀的军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